文化的消息要来关心的是第16届金甘蔗影展，今年是转型做台语的影展，佮甲台南的全美戏园来合作。对今仔日开始要放送一个月的台语电影，在地商圈也会做伙来办活动，希望发展台语的文化经济。台语歌谣老师陈志林专感落人来到台南全美戏院，为金甘蔗影展的开幕做演出。陈老师就讲，金甘蔗影展推广台语文化，值得大家来支持。我感觉因这个用心吼，是值得大家来鼓励参与，我感觉真好。咱其实嘛有少年人吼拍咧讲台湾、讲台语故事的片哦，所以这片拢总加起来吼有20-30片。已经第16档举办的金甘蔗影展，今年开始转型做台语影展。也以1923年台湾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年代做背景，重新来思考台语复兴的重要性。1923年，包括咱即马所谓流行歌曲，迄时开始蓬勃发展，就用台湾人开始用台湾去做一个接续这个现代文化。但是100年后，咱台湾变成一个华语的世界嘛吼，阮决定要转型做台语影展吼，真正贴近这个土地，甲台语语言的文化，就像台语台共款，咱的一点一滴甲捡回来。为期1个月金甘蔗影展，伫台南的全美戏院举办，附近的店家嘛会做伙来办活动，希望透过台语文化的推广，也带动在地商圈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